咱拢知影讲，这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先人拍拼来的。这纪录片的导演曾基杰自2022年筹备翕民主之眼的纪录片，透过1980年代这摄影记者的镜头来呈现台湾民主的脚力。这组片是分做3部分，第一部破茧是咧讲戒严到改严的故事，今仔日伫台北科技大学来放送。可以二八事件讲起来，迄叫屠杀。所以讲，这个物件，我会感觉我有这责任伫的，所以我一直要甲这个物件，该做一个完成。用黑白相片展现过去228迄段历史的伤痕。这支纪录片《民主之眼》一开始用摄影家潘小杰的观察甲影像来描述台湾伫白色恐怖时代的社会气氛。纪录片透过1980年代摄影记者的镜头现场观察，来呈现台湾社会走向民主的过程。嘛希望讲，这纪录片会当，传予咱后代，甚至会当送给国际。互全世界人知影讲，台湾民主，这个过程吼是无简单、无容易的。嘛希望国际会当挺咱台湾，知影咱台湾，这么打拼、这么努力。民主之眼分做3部曲，分别是破茧、桃园、中声。用过去和现代影像描述台湾社会运动、政治冲突、人民为自由奋斗的过程。摆是伫北科大放送第一部剧《破茧》，呈现台湾对戒严到改严的时期。北科大教授也表示，即卖学生虽然知影过去的这段历史，不过对少年人来讲，感觉离真远。希望透过纪录片，让少年人看到民主的痕迹。这历史好像又有点遥远，所以其实透过今天这部影片的放映，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跨世代关于台湾民主历程的历史的传承的意义。纪录片导演曾基杰也表示，15年前就有翕这出纪录片的想法，对2022年开始制作到最近才完成。过程中看到摄影家一个拢有会啊，互伊发觉纪录片真正爱抢时间紧做。伊讲未来办理正式的放映会，也希望会当组织社会的力量，互纪录片入去到校园放送。目前也有规划翻译做国际版，甲台湾走向民主的重要分野传到世界。记者刘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